各位天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。福起来咧，我是钟意权阿权妹。其实好也出名啊，多年啊开始来实在，不过实在同印象当中这种实在有些些无共用哦。头摆听到人实在，以前就会讲我拜佛啊，古送人的实在啊，用嘅实在。不过也一步嘅也按多年，天天啊有人为到空间啊，也係講為到環保啊，我開始來實在。用實在嘅算係一種飲食方法，其實有當到內容，韓國有當到實在嘅方法，做得同大家來了解哦。今日節目當中就會來邀請一個廚師，一個廚師吼，佢動腔啊，有一個綽號，很多蔬食魔法師，有一種 magic 嘅感覺吼。實在嘅夾來分享歡迎林勝之阿芝師歡迎。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林勝之阿芝師傅。哇，阿芝師傅很活潑哦。我相信到天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看到你都知道，都有親切感吼。因為啲一家之主沒看到，甚至講啲其他台嘅一種動態型嘅料理節目的這種實境秀沒看得到，你懂嗎？做得看到我煮菜嘅樣子咧，帥氣的樣子，有冇？施展魔法的樣子。不過今日當無簡單邀請到阿芝師傅來到節目當中啊，就想來問，其實你同後生，將84年次，我真係愛，我真係愛現代咧，按後生嘅一個寫歌誒，用個按為主。韓國人頭擺係用蠻對啊料理有呀興趣嘅，你按後生就尋到你自家嘅興趣哦。我親細嘅時節就留阿公阿婆向我帶，因為爸爸媽媽比較忙，那就幫阿公阿婆帶。韓細就會留阿公阿婆去港中，去做菜，去種菜啊，種埋個呢種鹹草。甘蔗，還有那個青島嘅，像百香果啦，一些水果，落去種好落去賣。有菜園就炒就菜園，那就想到有家裡有青島嘅菜，都得來天數來幫忙來做。那就從國小啦，小一、小二的時候就天數阿婆煮菜。按時就開始會煮菜。那就剪卵啊，剪個脆布卵啊，還有煮個湯啊、絲瓜湯啊，就會做一些清簡單嘅料理。人阿婆做得放成本落去做下。做得啦，我就說咬一切，有好唔識切啊。唔過阿婆就老愛講，長大之後唔可以做廚師比較好，因為聽嘢聽甜。伊很愛去尋個大天樓，就吹人伊個，做得要較輕鬆。我就講，我倆應該興趣，我要做廚師。你媽個時節就確聽講你要做廚師。我名都大嘅，我名都福跳，我就想到我要從細我就想到我要做廚師。哇！嗰陣而家後尾有進去參加，比如講相關嘅比賽，從冇？我親考比賽咧，我唔點樣辦法按用。你媽個時節開始比賽？國中就開始。嗰時你開始讀相關嘅課呢嘛？國中還嘛？不過你就開始去比賽。因為國中嘅係記憶班。我動腦讀書，哇喲！我就學個煮菜，有個記憶班，我就想到有個炒麵啊、蒸卵啊，也個去比個全國國中個記憶競賽，我就拿到個全國個優勝，我就想到比賽其實它很有成就感。去兩獎嘅時候，我腳一直準哦，真緊張啊！兩獎你個準啊？腳一直。比賽嘅時間唔可以準。唔會準。兩種開始會準，應該就想說，很刺激，然後又覺得很有成就感。然後到了到高中的時候就考一些證照。我們考那個中餐，有個煎魚嘅啊，那個去青島出去考個丙級執照，然後就做個麵包。高中就考到對，就考到4張個證照。很強啊！還有個水天啊，你冇有考到？等一下，這是一個另外的，很跳動。你想到以後我有存到錢，可以存糖咧。你想到如果水白天啊、快天啊，做得這個學來收，用就省錢咧。然後就你學個水天。竟然5分嘅呀！其實係創造2倍的哦，係同一個領域有沒有？沒有不同領域的目的一樣。原來係按
呢。啊，一出到太好，唔通将正经去接触到，算迄啊课内，将迄专门去学遐的东西。系，我太好，我迄读个佛光大学个素食系，底度呢都迄种摘吹较多，然后就去大二的时候我才开始去比赛，然后去比亚洲的一些赛，就是有那种韩国的啦、泰国啦、松海啦、香港啦，还有新加坡。啊，台湾干嘛就比啦，就是大概比了好几十场，就有拿到韩做的个成绩还有。我跟你刚刚讲蔬食，所以你是算主修蔬食要在类别吗？嘿，那就读个佛光的素食系，还第一届，然后就想到我亲戚、我家人，就一般拢食材。按多。因为法脸嘛，有该吃鸡。姑姑他们都是吃素比较多，对，所以我就想说，过年的时候啦，或是有攀照该时间，就做点煮个摘菜本也行，然后就读个佛光的大学。古时候你还有就算係專門啲嘅開發，按用食材嘅東西做得生物界，韓國做得用嘅食到較空閒，因為當人就會想講，食材啊，細年嘅食材按用營養會唔拉冇，卵泡就會唔拉冇。因為古時候我咪想到就問看下師傅哦，比如講像按用一般來講，唔係食材嘅人可能會講魚肉、蛋奶啊，一啲東西都會攝取到非常多嘅營養。啊，係講食材嘅話，按用版攝取到也有營養咯。像食材呢，那就會建議大家食個黃豆製品。黃豆製品就嘛個呢板豆腐，還有個豆奶。兩種個蛋白質會較多。其中有很多個板豆腐啊，它有比較少的水分啊。嫩豆腐較多個水分。就是我們講嫩豆腐嘛，嫩豆腐跟軟的呀，給水分較多。建議大家都得買個板豆腐的心，就對，它可以做很多的變化。像創意料理，我會攞個板豆腐做成丸子，還有個魚誒。還有青豆嘅東西，用那種板豆腐，它來當一個原料。對。然後還有你繼續講。還有個毛豆有個蛋白質。很營養。菇類嘛就。菇類咩有卵泡質？菇類那就。韓國其實像按用吃物性的卵泡質啊，佢底度甚至沒有一些類東西元素係動物性卵泡質冇嘅，也都營養也都。故說其實實在唔係聽到感覺係一類按用局限一類框架嘅感覺。也算係提供大家一個含較空間嘅飲食方法，比如講，人家都想要減肥嘛，大家都想要減肥啊，故說可能加多食一些咧，也有青菜類嘅東西、植物類嘅東西，對身體嘅體內環保可能比較好一點，對不對？冇錯。唔過當然家下有講到啊，像豆腐呀嘅東西，做啲拿去加工啊，做其他嘅東西，講到要加工，就當然又吃到用個啥加工。當然食材也就摘菜，都會有些咧，乜嘅要用什麼防腐劑啊，韓國要用特度嘅調味啊，都會有當到現成的嗰種像是素肉類的、素火腿的東西，當然就會講講，食材嘅可能當到老人家，我嘅阿公阿婆就是當到按用加工嘅東西，按用會冇健康冇，也係講做得用嘅曬來健健咯。親像我剛才講過嘅板豆腐，佢做得做嘅，我就試到用板豆腐做嘅鰻魚哦。底度呢用嘅海苔，然後板豆腐炸水，用啲水分炸鐵，炸下早的焦焦的就做得鋪上去，你適當的就有cái綿綿嘅口感，同像嘅鰻魚，這些就係我做嘅摘菜，佢係冇聽到嘅加工製成啊。像適度嘅加工品，適度唔係就會對身體冇好，還有適度咧會燙酒，要做啲自家來做。古時候其實係講。當到也就用植物的東西，去搞做的用簡單的加工，來本體變做另外一個口感，另外一種我們講的這種色香味不一樣，有沒有？我們可以改變它的造型，比如講像素紅嘅也的東西啊，也全部就係芝士，佢去搞來改錯嘅，看起來全部就當好生冇像仔嘅東西嘅，比如講也好了，生火腿、蜜瓜也係。
高级餐厅里面、高级自助餐里面很常会吃到的这个前菜，对不对？你会用个生火腿，然后下面用个哈密瓜，包个梅龙，对不对？就个酸酸甜甜，还有甘甘嘅味道。那就做个摘炊，利用渐冻嘅方式来做。版本，那是用什么东西来做呢？我们来公布答案。西瓜，完全都係西瓜。啊呀，粉粉嘅係乜嘅？粉粉嘅係西瓜。用乜嘅方式來做呢？先用個橄欖油，用佢醃，含有個西式嘅調味料，像百里香、迷迭香，還有用佢讓它去醃製一下。含有呢，因為那個生火腿呢，佢有個煙燻嘅味道，它是慢火燻的味道，對，所以我就加一點那種煙燻的紅椒粉。比較西式的，就有個米絲耶。本佢用煎嘅方式嘛，做的用烤嘅，用氣炸鍋烤，然後做的唔過還可以用風乾嘅。哦，還可以風乾，因為果然還做得風乾。西瓜風乾，它的水分就會縮啲啲度，你表面就會糟糟。哎，啲嘢有些些像果乾的口感，對不對？你咬下，外面糟糟，啊，底度有些些軟軟的感覺。係，會用個風乾的方式大概有12個小時，哇，10個，所以要切大概1-2公分，用盆嘅厚度，就嚟切哦，懂好看呢。有也感受到我嗰種阿芝師傅那種 magic 魔法師嘅感覺，就是魔法師。對，你做的老一條。我們講的蔬果類，變做那個一種用那個一種寬鬆，本人吃到東想顏色完全感覺唔出來，佢係蔬食料理哦。還有韓卡柔這個阿芝士 magic 的部分，我同大家來分享先，有時下等下這個轉來。又真到福起來咧，我係仲一群阿群妹，今日嘅節目當中吼，也有請阿芝師傅來同大家來分享，上來實在按樣板食到好食，又食到有創意，剛剛有聽到嘅阿芝師傅哦，真係從啲嘅邊汽水用嘅，真的是魔法師。接下來還會繼續同大家來分享哦，他的魔法食譜，比如講像阿蘇紅呀，破布子鱈魚呀，爛布子吼，這個很經典呢，要帶下眼行真嘅看唔出來，上到係用乜嘅東西來取代的。我們來公布答案。很長哦，豆包、腐皮、金針菇、海苔。有個煮嘅原料就可以用個豆皮、豆包來做，而家食到就有 QQ 嘅感覺。哦，還有個腐皮呢就薄點，用煎。啊，金針菇呢跟海苔，它就有個鮮味。哦，海味嘅感覺，像魚味嘅感覺。唔過個海苔我會圍邊，把它圍邊邊，看看邊，魚皮那種感覺，我就會幫佢煎啊，用煎蓋，用整蓋，用做的。哇，真的是有一種魔法的感覺。啊，沙哈雷，這個我覺得太厲害了，要看也太好吃嘞。它叫做北京烤鴨哎。我這裡做烤鴨。但是我覺得這個東西我好像認得出來哦，這好像是麵腸，對不對？麵腸跟千張。對。哦。那個麵腸呢，就對半切，幫你攤開來醃製之後呢，我們就用剪個方式，幫你剪一片一片。啊，上面那個腐皮跟千張呢，就幫你搭上去。哦。就像個鴨皮咁樣。幫你去烤箱烤，然後刷那個蜜汁醬。哦。食到就會脆脆嘅。啊，麵腸就會軟軟，輕鬆嘅肉質那樣。對，真的，而且它會吸給醬料，還有你醃製的這些料的調味料的味道。古時候食起來嘅感覺就會吃到，好像真嘅啲嘅生肉咁樣。即使你係啲嘅食材嘅東西，啊，唔過你咪做得食到當到口感嘅變化嘛。做個變化嘅。對，就唔會一吃，感覺好像是同樣嘅東西，有些些內鬼嘅感覺。接下來還有什麼魔術？它叫做三杯脆腸。脆腸，這個我就看不出來了，這個有點困難。好，公布答案。是什麼？杏鮑菇。用杏鮑菇。杏鮑菇做得做像脆腸的口感。杏鮑菇一半會剝下去，然後用個一絲一絲剝好呢，幫佢通過，通過用個竹籤幫佢串起來，去炸好呢再來炒個三杯，你就會用捲那樣。
亲像个脆脆个，是都动车。原来是安尼哦。是了脆肠就做蹦酒，哎，很好笑哎。古时候你看啊，像创业的东西。敢唔过都很平常时会识到嘅，唔过用小可做一些变化，当然呀变化可能阿芝师傅会点一下才有办法开窍。阿芝师傅真的是脑洞大开，想的动作按用创意嘅方法来改错也就抢菜。唔过讲到抢菜，我想到动到新人呢。哎，没有动到太硬哦，会健身，就会讲哎呀，菜眼唔敢食，嘅菜眼唔好食，都会有按用嘅情绪。其实按用改错过后，有可能要真见做得本身人的克服一种健身的坏习惯，错冇？做得啦，亲像动人最闹时间人嘛个，吊菜。那有人闹食吊菜，迄年纪感唔好食吧？汉先人就做动脑时吊菜，因为懒啊，就冇嘛个每套。啊，长大之后呢，就是都吊菜，我是说，懂好食咯。懂好食，我开始接受人家吊菜嘅食材。啊，不过我本吊菜有做到一个懂好食嘅口感。那个菜名就叫做鳗鱼。鳗鱼，那吊菜做成鳗鱼，用板做。本佢切葱，按用大概是6、7公分。6、7公分，按用一件。一件，然后本佢炸过，然后呢就本佢切对半，按用摊开来。哦。然后用该摊开来之后呢，用大概调油、糖，还有水，还有一点味淋，就做该日式该照烧酱。啊，然后按用烧到本佢热梅。对，收汁，对不对？它的那个白地方就会吸到黑的这种那个酱汁，哎呦，翻开来它就是很像鳗鱼，做得做该日式该鳗鱼盖饭啊，还有寿司啊或饭团就做得。蒲烧鳗嘅对，蒲烧鳗，口感嘛动冲啦，啊酱汁底度呢就有老嘅昆布，有个好嘅梅，哇，就有个鳗鱼嘅口感。其实按用来吃到咩动作的呢？因为可能动作是眼睛唔好食呀的东西，就小口然后给改呀。唔单枪你可以吃一些蔬食，养成一些蔬食的习惯，又做得戒除呀的这个健身的坏习惯哦。韩国其实像按用爱搭配呀的食材啊，然后去做改错，也是讲新的菜式，我来开发。我吃到嘅都是一种创意，甚至讲是一种艺术品。因为你爱啲老师啲都去想动到，眼算到用板搭配啊、口面啊，又去讲家己爱讲看去用板。古时候我想来问阿芝师，其实你做动到创意料理，也去讲异国料理，要的东西你一开始啲嘅开发要有菜单的时间，你喺用板去想一类菜，我想到乜嘅元素按用这样可以想成，就是在想象先把它构思成一道菜，有哪些元素？你要先想到口感。像鸡肉，也就一丝一丝嘅口感。那素食材料里面就有想到嘅猴头菇，你就一丝一丝嘅，然后就有嚼劲。其实就是会想到口感，再来想到食材后的味道。因为大概创意呢，素食它没有一个局限。它就是你不管用什么，只要味道很像或者是外形像的话呢，它其实就是可以构成它整道菜的这个元素。不过如果创意过头了，就像个黑暗料理了。不能创意过头，是不是？就是想到一定会好食，早落去健康，做唔得种痛酒啦，使到要本身体就个负担，那做唔得，那就食材好嘞，那就想到配色。因为一道料理爱好食，一定爱有丰色、强色，还有旺色，该元素呢，本体该菜色是更丰富的。现在就懂也就是手机先吃嘛。哦，对，一定要上传啊！就本体做到酱啊用，就有厨师用心啊，汉人就做得拍照啊、上传啊这样子。因为按用看到就会吃到第一类看到什么就会知道冻酱，有冻到种无可用嘅什么搭配啊，加个米稀，这个米稀就听说係爱靠师傅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是要师傅才有办法配出来的。甚至讲可能有些的酱料的顺后，按用搭配起来就冻好看，又冻好食。系啊，有时的酱料係丰盛啦，亲像个川菜啊，有麻辣酱啊，或嘛个有丰盛，就色彩搭起来就很好看，就很好看。对，古时候我想一下，他电视机条件的观众朋友。
可能有人想要来吃看啊，上到爱样板来入门来食材。其实讲食材好像就是感觉黏糊，爱讲黏糊。啊，唔讲唔係，因為啊，按用嘅飲食方式，其實啲國外已經當流行、當時行嘅，甚至有當種冇共用嘅這個素食的分類，你就得自家決定你愛食材食到乜嘅程度，也係甚至講，你就係為到自家身體健康嘅，根本你就會想要食下多雜嘅東西，按用未做得。嗰時候係講大家想要來入門嘅話，按樣板來開始呢，也就係根本你嘅福氣一米咯，而且阿只是同大家來分享，上來大家愛來接觸食材按樣嘅飲食習慣，愛對樣板，哪一隻蔬菜開始？像你啊嘅粉食粉嘅食粉嘅嘢，愛轉到食摘菜。就當困難一件事情係食到就冇嘅肉嘅口感。其實呢，現在就該當行嘅食材係植物肉。有開始出現了，呀買蟲啊，呀喺講甚至呀，當到嘅市行嘅連鎖素食店都有啲嘅賣。有個漢堡，有個漢堡肉，你做嘅係個低度就個大豆，然後香菇米。還有該青豆該有東西做成該像泥狀的東西，你給炒一炒呢，它就會有那種肉感，就跟肉嘅口感同香味。所以講呢，它就會撈兩個植物肉呢，做成該丸子或者是漢堡排，因為從葷的人轉到食材，他會希望說他吃的東西可能有以前的口感，或者是他才能接受，不然一開始直接就變成是吃豆腐、吃青菜、吃一些東西的話，他可能會吃太原形的食物。對，就是慢慢的轉變過來，慢慢轉變過來。就會吸該丸子，像我會做那個獅子頭，對，獅子頭蠻好吃的，就會用植物肉，然後加板豆腐。然後用一些東西之後呢下去炸，炸完之後就可以吃，它就像那種吃起來像貢丸啊、肉丸這種感覺。其實當到認識按用嘅鹽呢啊，食材嘅鹽呢，我頭擺沒有自家做過，就係用呀豆腐，真然係撈水分去撈佢浸糟，對，雜啊，甚至你底度加乜嘅一些脆脆的東西，荸薺呀都，加落去係講筍嘅，加落去按用黏啊，其實嗱去炸過，夾嘅外表就會酥脆，對，酥脆過後又再個變到湯底度有冇？除非有嗰種稀豬湯的感覺。豆腐懂會吸湯汁，對，古早按用就會懂好食咧。其實按入門啊，大家真然做得吃看啊。韓國啊，今日呢個節目當中，等下師傅係會教大家按樣板來做，將我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個進到節目當中。大家又真到福氣來咧，我係做一群阿群妹。今日節目當中，我同大家來分享這種素食的飲食習慣，做得什麼嘅東西會變到很較好食，很較有變化。加下阿芝師傅哦，其實已經同大家來分享當多嘅。啊，唔過我相信當多食材嘅人，現到會都會遇到一個問題，第一咧，我食嘅東西都難吃，跟人可能就會自家做。還有第二就會甚至連調味料，我就都難買到。全素的調味料，啊唔過阿芝師傅今日就會來教你做哦。今日要教大家做嘅一種醬，咩係愛自家當好食嘅醬，對，它叫做素食川味醬，對，它就是會有麻麻辣辣的感覺。哦，最喜歡了，要揾乜嘅東西都做得哈。揾豆腐，揾個涼麵，哦，當好食。嘿，古時候就請師傅來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地度有乜嘅材料。然後我們先來把這個胡麻醬，那胡麻醬底度呢有個白芝麻，還有個剃頭，對，哦，把它加在裡面。這個胡麻醬大概是6大匙的分量，對，6大匙，對，用個胎銅匙，胎銅匙差不多6湯匙的部分。好，還有個調油大概是2湯匙，按用嘅量。還有辣椒。辣油應該就看自家啦，吼。冇識調辣椒一絲絲的。對，冇識調辣椒一滴滴的就好誒。哦，還有個香油。香油咪係1小匙，也是這個調味用誒。哦，還有
醋，白醋没黑差不多跟酱油差不多。还有个麻的花椒油。哦，这个其实花椒油其实油香，无辣，就麻的感觉。就按用搅啊。大概做个凉面啊，都做得咯。其实按用芝麻酱啊，它跟花生酱是不是没懂搭配？做得。花生酱或是胡麻酱。但是唔可以用个黑芝麻，唔可以。要用白芝麻。唔可以用个酱会糊，会变得糊，对，会用白芝麻的酱料。对，两个姜就好了。哇，按简单，就按用6项东西搅啊，就做得嘞。就是批到个剃头啊，还有花椒油个香味。对。啊，那豆腐呢就不给切下来。一太的板豆腐嘛做对了。嫩豆腐我觉得会比较好吃。嫩豆腐比较好吃。对，放给淋上去。哇，要懂事汉也甜来生呢，好棒哦！就按用淋上去。所以它用这个芝麻酱，其实没做对不要酱料变得更粘稠，就可以扒在食材上。做对。还有一些我们放一些腰果。这个坚果类其实对食材嘅人那些浓厚嘅营养嘅来源。通常会不用个剃头。不过就挑热啦。那就不用个腰果。对，这里面有非常多这个不饱和的脂肪酸在这个腰果里面。所以呢，让人家吃个腰果好懂口。而且其实按用一个豆腐搭配，按用切个腰果的口感，其实很搭配呢。对啊，就是有些豆香味，还有豆腐的香。也还蛮个东西。两个黑虫草。虫草就黑，它是一种菇，对不对？对，算是菌丝体。东人老俩煮汤，一个汤就会有个黄金色，刚好看。不用1-2个啦，你个汤就可以贵个5-6-10克嘞。讲出来嘞，讲出来嘞。人家买黑米传糖就说，你是放虫草对，放2条就对，边按用个谁？大概去中药店买，东便宜。一太薄100克就可以买到。用两个做的用水。给泡开泡开，湿按用。然后这个是两个是小花朵，宽奖的部分。这个是很可爱，红萝卜，然后老给 Kim 做一类小花朵，对，这样就很漂亮了。对，好高级哦！你还用那个夹贝，对，还用较好看呢。对，还有个宫保辣椒诶，本给有个配色。这个我也很喜欢。好棒哦！那就不用该有香菜啦，或芹菜就做的。又在这个改一些的强势的感觉，我们要色香味俱全。好，还用该热甜系列个料理就懂讲。对，这个凉拌豆腐啊，你就做得加要酱，它不但呛加要酱，其实啊也是一个很豪华的异国料理，叫做凉拌豌豆粉。其实亚啲台北啊，唔要动到地方有啲嘅买，唔过买唔到冇相关，阿芝师傅可唔可以约来搞开讲，好冇？对不对？要教大家这个豌豆粉。那这个豌豆粉是云南料理，它的这个主体，豌豆粉的主体是扁豆。对，扁豆是嘛个东西？扁豆它是枣干，用枣干，外头就会捞两个豌豆呢，可以冰水，可以放隔夜，可以浸水，浸到隔夜，对，那这样子扁豆先浸水浸一压，就都得处理它，还有个步骤。沥水，不给沥个糟嘞。我们就加到果汁机里面，然后我们用这个400克的这个扁豆呢，豌豆，大概枣盖哦，枣盖重量。对。水加1800克，1800克，加到果汁机滴度大，大到绵，我们再过滤，大概渣呢，我们做的就本给。做个烘焙用个饼干啊，就做的。没做的它其实就是一些蛋白质，一些淀粉。对不对？做得做，就捞一束一样去煮。煮到很浓，这样很浓的时候呢，就做得放到容器里面。然后我们就放大概3个小时，可以
放凉就做的切，就做的湿的。所以其实它是用呀豌豆、低度的淀粉，把它凝固起来。对，里面不是煮。不是煮，你就会煮，所以是加水打完之后，低铁高低铁高后拿去煮，然后加盐巴，越煮越浓。哦，越煮越浓，然后放着它就会沉淀，就会结冻，它就变成淀粉。对，就做的了切条啦，切正方形就做的，然后再淋刚才我们浇的这个酱。按用就做的嘞，还有老个小黄瓜，对，有一些配料后，比如讲什么杏鲍菇啊、小黄瓜啊、枣给反头啊、白芝麻呀、演习呀的，全部嘎落去。哦，这照片也太厉害了吧！对，就是大概是这样子。哇塞！就有该开胃的该感觉。有，有没懂是他面甜。古时候其实你做一个酱，你会有懂得某 Q 用的用途，对不对？古时候同大家来分享呀，这个料理的技术时哦，我们的魔法师阿芝师傅来同大家分享的，韩国唔但像食材做的运用到俺平常时食嘅料理当中。韩做的运用到按用丰沛甜点当中哦，要做甜点没做的做全素的，因为我知道它还有这样定义了，全素是包含所有动物做的东西，全部就做唔得食，唔但像卵嫩，甚至连碰糖都唔係全素。对，那可是我就有问题啊，这全素跟嫩油。全素的起司，那酸辣要去哪一起嘛？也就牛嫩做的啊。像最近就较多个有上瘾动物系列个 vegan，就会植物性的饮食，全植物性的饮食，就有在研究一些像是烘焙类的，因为烘焙的一些甜点比较少，对，它原料呢都要自己做，像奶油的部分啊就会老该挑嫩。然后一丝丝的一个柠檬汁，然后低度它就会开始有点硬化，因为酸的东西跟那个蛋白质会开始分离，它会有点像豆花，有点像豆花有，然后就老个椰子油，还有橄榄油，还有打，可以用该果汁机打，打到它就会有那个乳化，那黄色的部分啊就老该姜黄粉。古时候连像米西 Q 干连圣木都会冲，对，然后加一点姜黄粉，它就会嗡嗡，拿一边它就会有轻松个奶油，所以它也是一样会鬼也按用结冻，整个结冻像奶油一样，然后就做得拿来做全素的甜点，做得做个蜜糖吐司啊，对不对？好难想象哦。有个起司，就做3种，用个切达起司，就用个腰果当主题，当主体，因为腰果本身就会有个黏个味道，有个油脂黏个。植物奶很多都是腰果做的。对，然后就有老个味噌啦，或是酵母，还有柠檬啊，还有一些香料进去做。我觉得味噌就有点接近了，因为米索没还有一些的发酵过后的东西，发酵的味道。对，用给煮好嘞，然后不给冷，它就变成一块。你做的心，也是结冻的这种感觉。哇，你看，连按用起司啊、嫩油就做得做全素了。我们讲的国外人讲嘅 vegan 哦，这种的饮食方式。古时候同大家来分享呀，按到呀食材嘅各种无共用嘅食法，还有按用嘅老食材按用变起水，就可以今日阿芝师傅同大家来分享嘅哦。呀，什么阿芝师傅今日分享按到，谢谢。没什么，天视机条前观众朋友嘅收看休息，下等下来做研讨了。